Jesus of Nazareth.就高过我们每一个服侍的同工，从开始到结束，我们只看见耶稣并人坐在你的宝座上，你配得到一切我们不要。主要因此我们求你，让我们所有一切我们都求你用你的宝血来洁净我们，洁净这个地方，洁净所有服侍的人。专门只求你，抓圣灵在当中自由运行，透过诗歌，透过信息，我们都可以看见你在我们当中。因此求你亲自来带领，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教会150周年新美中会诗歌音乐颂赞联合礼拜开始。福音进入到台湾150周年，我们再一次将荣耀献给我们的上帝。当福音进入到台湾，始终教会、始终生命都得着神的祝福。一路的
华唱新歌，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要向耶和华歌唱，称颂他的名，天天传扬他的救恩，在列邦中述说他的荣耀，在万民中述说他的奇事。因耶和华为大，当受极大的赞美，他在万神之上，当受敬畏。外邦的神都是虚无，唯独耶和华创造了诸天，有尊荣和威严在他面前，有能力与华美在他手指。民中的万族啊，你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都归给耶和华，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拿公物来进入他的院宇，当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全地要在他面前站倒上。今日我们在这里聚集，我要见证你的爱。我们以诗歌赞美你，作为我们的敬拜和祷告。在这24年来，感谢你借着西美中会以及牧者、长子同工来喂养我们的族人，让我们靠着福音得生命。愿你的名在我们当中继续显为大，让西美中会成为族人在都市寻找平安的管道。感谢因刚刚的到邦基，耶稣基督阿弥陀佛，阿门。16章的第4节到第10节，大卫派几个利未人在耶和华的约柜前侍奉、颂扬、称谢、赞美耶和华以色列上帝。为首的是亚萨，其次是沙加利亚、亚薛、士米拉莫、耶歇、马他提亚、以利亚、比拿雅、俄别以东、雅利、古设弹琴。唯有亚萨敲拔，大发声响。祭司比拿雅和亚哈西常在上帝的约柜前吹号。那日，大卫初次借亚萨和他的弟兄以诗歌称颂耶和华，说：“你们要称谢耶和华，求告他的名，在万民中传扬他的作为，要向他唱诗歌颂，谈论他一切奇妙的作为，要以他的圣名夸耀。寻求耶和华的人，心中应当欢喜。”第二处经文在历代志上25章第1节到第8节。大卫和众首领分派亚萨、希曼并耶都顿的子孙弹琴、鼓瑟、敲拔、唱歌，他们公职的人数记在下面：亚萨的儿子沙克、约瑟、尼探雅、亚撒利拉都归亚萨指导，遵王的旨意唱歌。亚顿的儿子基大利、希利、亚塞亚、哈沙比亚、马他提亚、士梅更共6人，都归他们父亲耶都顿指导，弹琴、歌唱、称谢、称赞耶和华。希曼的儿子布基亚、马探雅、乌薛、西布叶、耶利摩、哈拿尼亚、哈拿尼、以利亚他、基大利提、罗曼提谢、约沙比加沙、马罗提和迪马阿秀，这都是希曼的儿子，吹角颂赞。
希曼奉上帝之命做王的先见。上帝赐给希曼14个儿子，3个女儿，都归他们父亲指导，在耶和华的殿唱歌、敲打、弹琴、鼓瑟，办上帝殿的事务。亚萨、耶杜顿、希曼都是王所命定的。他们和他们的弟兄学习颂赞耶和华，善于歌唱的共有288人。这些人无论大小，为师的、为徒的，都一同自谦，分人班次。音乐之父巴哈，他定义说，音乐的目的是为了来颂赞上帝。他的仆人，特别是在神迹之父韩德尔，他每天不吃不喝不睡，好像被神的灵附身，就如疯狂般
一直写到手完全不能动弹为止。韩德尔的泪水曾沾满了部分的乐谱。当他完成了《哈利路亚》弥赛亚颂的时候，他隐气着说：“我看到天上展现在前，伟大的上主也在我的面前。”有乐圣之称的贝多芬，他说：“音乐是上帝的语言，我们讲得出上帝的唇语，听得到上帝的声音。我们是最接近上帝的人。我们的音乐家的天职，就是借着我们聆听上帝的声音，来传递给人们，来告知人们上帝的想法。”有音乐的救世主莫扎特，他说：“我敬畏全能的掌权者天主，也深知他的慈爱无限，我绝不会辜负他的赏赐给我的音乐的天分。”大神学家卡尔巴特，他对莫扎特的音乐非常的入迷。他曾经说，他死后到天堂一定要找莫扎特。马丁路德说：“凡轻视音乐的人，永远不会成为我的朋友。”他又说：“音乐是神所赐给美好而可爱的礼物，它让我苏醒，而激发我进入讲道的喜乐中。我给予喜乐，我给予音乐崇高的地位与荣耀，仅次于神学。音乐叫我们心奔腾雀跃，更新我，并释放我脱离巨大的痛苦。”圣奥古斯丁他写了一本书，叫做《音乐》，是有一本有关于音乐的神学书。他又写了一本诗篇释义。他提倡圣诗要用乐器来伴奏。到了第6世纪末，教皇贵都利一世创立一所学校，名叫做圣殿书院，并集结了当时的圣诗，成为这个对韵唱合集及吟诵法，影响深远。现代唐崇荣牧师，他有很多的身份，他是建筑师，他是音乐家，听说他也会画画。他说，基督信仰的心灵感受到所产生的音乐，有特别的温暖、特别的盼望和爱的成分在里面，因为价值在它的里面。于是你喜爱、爱惜、敬爱、敬佩、尊敬、恭敬、回应最高价值时，你所发出的敬拜是唯有上帝才配的。因此，让我们看到，从圣经里面什么时候开始谈音乐呢？在创世纪第4章21节说到，亚巴的兄弟叫犹巴，他是一切弹琴、吹箫之人的祖师。这个是圣经第一次提到音乐的事。之后洪水以后，圣经有关于音乐的记载，是拉班对雅各所说的一段话：“你为什么暗暗的逃跑，偷着走？你不告诉我，叫我可以欢乐唱歌、击鼓、弹琴的送你回去呢？”之后，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亚伦的姐姐女先知米利暗手里拿着鼓，众妇女就跟着他去跳着。米利暗应声说：“你们要歌颂耶和华。”这个是圣经里面谈到一次圣诗要用乐器伴奏，而最有组织的将音乐成圣乐的，专供圣殿里崇拜之用的，就是大卫。大卫他有很多的身份。大卫他的本身的意思叫做蒙爱的，他是12个支派里面的犹大支族，他是一个牧人，他忠心的好牧人，他是一个音乐家，他会弹琴，会制造乐器，而且设立了圣诗班。他是个诗人，我们可以读诗篇。
大卫总共做了72篇，都是他所写的。他是个战士，击倒歌利亚；他是个君王，在圣经里面说他是合神心意的人，是敬畏、依靠，而且是顺服，而且是爱慕神。我们最清楚的是在撒母耳记上的时候，当时他服侍扫罗王。有一天，从神那里来的恶魔临到扫罗的身上的时候，大卫就拿起用手而弹，扫罗便舒畅爽快，恶魔离了他。这个是大卫他在弹音乐的时候带来的恩膏，使恶魔的离开。之后，我们知道大卫王后来成为以色列王以后，他第一个所要完成的第一个心愿，就是要将当时流失已近100年的约柜接到他所设立的帐幕里面。当年以利做先知的时候，他的约柜被非利士人给掳去，后来的约柜被送回以色列人之后，却一直没有回到摩西的帐幕里面。因此，大卫一心把约柜想要接回来，因为在旧约里面说到，约柜就预表神的同在。为了赢回神的同在，大卫和以色列的全家，在耶和华面前用松木制的各样的乐器，然后作乐跳。到了拿更的禾场，因为牛失前蹄，乌撒就伸手扶住了神的约柜，神耶和华向乌撒发怒，因这是错误的击杀了他就死在神的约柜。我们知道，圣经里面说，从亚比拿达的家里抬出来，他有2个儿子，一个叫乌撒，一个叫亚须耶，他们放在牛车的身上。从乌撒事件之后，大卫他不肯将耶和华的约柜送到大卫城，却送到加特人俄别以东的家中。结果他侍奉得非常的好，加特人俄别以东把约柜放在地方3个月，耶和华就赐福俄别以东和他的全家。大卫因此在这样的经验当中，他就拣选了利未人。在经文说到，你们是利未人的族长，你们和你们的弟兄应当自觉，将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的约柜抬到我们所预备的地方，因你们先前没有抬过约柜，暗定求问耶和华我们的神，所以他就杀我。也就是刚刚那件事情，大卫深深的感觉，说我用一个图表，第一次他用牛车来载运的时候，他是用自己世俗的方法，没有分别为圣，他觉得可能比较省力快捷。直到神吩咐大卫说，你要选召利未人，这是用圣，你要分别为圣，这些是圣洁的人，他们要脚踏实地，他们要精致，要担当这一切事情。因此，在历代志上第15章说，于是利未人自觉，好将耶和华以色列的约柜抬上来。利未的子孙就用杠肩抬神的约柜，是按着耶和华摩西所设立的。直到那时候，大卫一心的想要讨好神，他很想为神建立圣殿。可是，在圣经里面说，你手上沾满了血，这件事情要留到你的儿子所罗门王。所以我们看见他预备了圣殿的材料，其中有黄金、有银，甚至香和木，所有工匠，所有最好的都已经预备好了。圣殿的组织，待会儿会提到，甚至圣殿的蓝图。
他一心的就是要为耶和华建个殿。然而，他有一件事情，就是设立诗班。我们看到利未，他选择的这些诗班当中，其中有3个很重要的，我们可以常常在诗篇看到这3个名字，叫亚萨、希曼、耶都顿。有时候有圣经学者说以探有可能也就是耶都顿，这2个是同一个人。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当他设立了这个利未人的职责的时候，他协助我们看到利未人他是协助祭司做圣殿管理的工作。我们看到这个图表它有幔子、有库房、有房屋，其中圣殿是祭司，他只有大祭司可以进入在这个地方。圣经里面说到，可拉的后裔因着神的怜悯因为前面我们知道可拉他们叛党，跟摩西有一些的抗辩，摩西有一个祈求，因此地就裂开，可拉党就被埋在地里面。虽然过去的历史当中他们有叛变，可是然而借着利未家族，神仍然怜悯可拉的后裔，他仍然可以来服侍主。2别以东，我们刚看到了神的恩典特别临到他们，因此我们看到大卫为什么要设立这个诗班？为什么神选召利未人？其实他有7个特质。第一个，他们是蒙选召的人，是以色列中利未支派被神选出来专心侍奉的一群人，而被蒙选召的人，表示自己要献给神，而且他要被分别为圣，专心的来服侍主。第二，他们被托付，利未人是代表着全以色列从事的侍奉的工作，而一个被托付的人是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并肯努力的摆上自己。第三，他们的侍奉是专职的，利未人专心侍奉的工作，以此为他们的生活，这表示他们必须忠心，以侍奉为他们的生命。第四，他们必须严格的受训练，尤其在学习音乐侍奉的操练中，更是他们要加倍的付上代价，才能够熟练通达。这是表示一个真正侍奉的人必须经得起考验。第五，他们要穿袍子，公职侍奉，这表示侍奉主的人得蒙救赎、洁净，而且具有金尊的祭司，常常侍立，站在神的殿中，满有神的荣耀。如果我们继续看，在旧约历代志上的时候，甚至他们达到一个敬拜的时候，圣经里面说，连祭司站都站不住。为什么？因为是神的降临当中。所以，其实刚刚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我很享受。第六，他们是受薪的，利未人必须有侍奉的工作，才能够得到生活所需的报酬。这表示侍奉主的人凭信心生活，蒙神的眷顾，得神的赏赐。因着利未人，他们没有薪水，他们的薪水是从以色列的奉献当中的1/10，专门给利未人。今天我看到牧师跟传道人，我们好像也像是一个利未人，我们的薪水是从弟兄姐妹的1/10，而我们必须终止、终身来侍奉耶和华。第七就讲到他们的终身制，利未人他们不能改行，这表示一个侍奉主的人必须建立一个忠心的侍奉，跟随主的讲中。我确实也听过，曾经有一些牧师他们不能做全职的侍奉，然后他们可能做了别的工作之后呢，好像不像在做牧者那么样的顺畅。因为我们当时我们很清楚，我们的呼召就是专职为神来做。
再来，我们看到立位的人的职责，他是协助祭司管理圣殿，洁净一切的圣物，甚至管理一切所有要奉献的这些陈设饼、细面，甚至调和油。再来，还要管理各样的升斗。第五，以下时间他们必须站立称谢、赞美神，每天早晨、每天的傍晚、安息日、夜朔节期，都来献给神。这个图是代表所有旧约里面祭司、颂赞者。我们刚刚看到我所设的表啊，祭司他是24小时他们是要抽签轮班的。你看大卫对一个神的敬重是这样因此弟兄姐妹，当我们在教会的服事的时候，我们注意看利未人，能给他发神，来给他要24个小时，每一天都在神的面前敬拜神，而且他们是认真的在神面前来服侍神。他说还有守门的、管理的，还有官长的，从这些的里面，神特别拣选这些人是被分别的以色列人。刚刚我们从林林总总的这些4000、2000来看，总共有38000人。然后呢，从这个38000人当中，再挑出4000人来负责音乐的工作。你想想看，我们这个位置才都容纳1000多人。大卫当时只是为了要颂赞神的时候，将近有4000人的整个合唱团。你想想看，有4000人，现在我们还没有看到有4000人的诗班这样唱。我相信那是一个非常庞大而且是震撼的。大卫是如此的尊重神，然而在4000人当中，他要挑选是最万人之中最棒的，因此总共他又选出了288人成为一个诗班的成员。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在教会做音乐侍奉，必须要认真利未者他们是如此的严苛，24小时，而且是师父带徒弟，你不会是不是？好，抄到会，而且还要他们做更多的工作。所以我们不要只会懂了一点就马上叫上。我通常在教会讲道的时候，我礼拜六就丢给下一个组带敬拜，在我的经文里面请他们找诗，请他们来弄。牧师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放弃诗琴的工作。通常我的助导通常都是在钢琴旁边，为什么呢？不是牧师爱惜，是我找不到更合适的。我们教会没有很多音乐恩赐的人，我也祷告，但是我知道每一次在敬拜，没有一个很好的乐手的时候，带敬拜的人会很干渴，白张，带不出什么恩膏，带不出水。我相信你们带敬拜的，你现在看到一个不太会弹的，你会觉得怎么今天又是他？有没有这种感觉？一定有。所以求主帮助，不管我们是在前面唱诗的，背后里面弹琴的、阿琴的，你看我们的大卫他是如此的尊重。因此我们看到利未人他们歌唱的，他们要穿袍子。所以为什么每一次在教会诗班要唱歌的时候要穿诗袍？其实有这个圣经的含义在。再来我们看到利未所用的这些利未人所用的这些乐器，有敲钹的，有鼓瑟的，有弹琴的，有吹号的。感谢主，今天一早我们的这个安瑞牧师也是用牛掌吹号。尽可能我只跟黄牧师说，我希望是这样进行。我们从一进来，从这样，我们真的是在模仿，而且学习诗篇整个敬拜的流程。虽然我们人数没有众多，我们也挑选是最好的。直到刚刚，我都看见每一个弟兄姐妹战战兢兢的为今天的服事。阿们吗？跟你旁边来讲说，你是神蒙拣选的，你是最棒的。阿们，继续因此
当我们看到利未人跟祭司其实是有分别的祭司在圣经里面说到是只有摩西的哥哥亚伦的后裔只能做祭司，其他是有利未人，所以利未人的工作是帮忙祭司做一切的。所以就像我们今天所有的每一个工作、每一个职责，我们都推不掉。你是哪一个部分的？我们认真的，只有一个合一的，就是把最好的献给神。所以我们看到可拉在诗篇里面，可拉的后裔希曼在诗篇有12首，亚萨在诗篇也有12首，以探呢就是耶都顿还有一篇，其中有一个带领敬拜的就是基拿尼亚。你就可以知道，在旧约当时大卫所设立的诗班不是马马虎虎的。这个照片就是可以看到他们从早到晚训练，老师傅带着这些徒弟来唱，甚至他们白天要清理所有的圣殿，就是整天就在圣殿里面一起的，还要创造这些词曲，献给最好的神。当我们在读大卫的时候，我们不能忘记一个重要的，就是在诗篇。大卫的一生经历，就像是一首伟大的诗篇。他经历过幽谷，他也登过高山。在他的生命史中，他充满血泪，他有很多的成就，遭遇极大的失败，他受尽了人间辛酸的滋味，他也享受过无比的荣耀。要了解大卫的生平，不能单从历史书，你还是要从大卫的诗篇当中，才能够认识这个伟大的一生。因此，我特别把这个大卫的个诗篇其中有4个时期。第一个就是牧羊时期，我们最记得诗篇23篇有没有？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当然这首歌有各国各种调，台湾就有很多有中国古调的有各种有现代诗版的，这是他牧羊时期。第二个是侍从时期，也就是当时大卫在服侍扫罗王，当时大卫杀了歌利亚之后，所有在那边想说什么？说杀死千千的，因此这个扫罗就要扫大卫来追杀他。所以我们看到第3时期是大卫逃亡的时期。所以刚刚我下面说的这些都是逃亡时期所做的这些著作。再来我们看到的第2个时期，就是他登了以色列王。第3，犯罪时期，也就是当时他偷走了乌利亚的妻子拔示巴。诗篇特别是在51篇里面，上帝啊，求你为我，这首歌是他在犯罪的时候，他里面极深的时候所写的一首歌，献给神。所以弟兄姐妹，人在罪己上好像没有力量服侍神的时候，你仍然要来敬拜神。阿们吗？晚年时期，也就是在这个里面，我们看到最精彩的是在晚年时期的时候，长145篇到150篇的时候，都是赞美，一切都是赞美。然后我们来看，在诗篇里面，其实诗篇是来自希腊的这个字。这个诗篇呢，它的原意是用诗弦弹奏的诗歌。天主教称诗篇为圣咏，也就是说，其实诗篇是用很多的乐谱，用音乐来唱的。所以我们在读诗篇应该是用唱的，很可惜当时都没有的。然而，他们也有用不同的乐器所表现的，其中用丝弦乐器，还有加特的乐器，也就是什么呢？俄别以东当时他们所用的乐器。再来，所有歌曲有不同的调，比如说有朝暮调、百合花调、琉璃歌。比如说百合花就是一种喜庆，有人结婚会用到电子。琉璃歌可能给他巴巴带呀一关里利亚山，可能用这种上调来。所以我们看到大卫他本身是一个会弹琴、会制造乐器的。他叫我们演奏的时候，在诗篇里面，我们也看到很多的小字，
如果你去看诗篇的时候，其中有一个小字叫做“交给令长”，令长也就是教会的诗班的指挥啊。所以大卫他非常感动，有可能他就觉得这首歌我写的这词很好，就交给这个诗班说：“啥给他拉掉，我希望你去做这首歌啊，就像一个作词人来编写这个东西。”其中我们在诗篇也看到两个小字叫做“细拉”。细拉在诗篇总共有71次，它的意思也就是说，在乐谱里面要不是在休止符，好，比如说会停掉啊，整个那这个休止符当中，有可能就是停止歌唱，有可能是乐曲会进入，再来可能会加深这个符号、转调或者延长。所以你知道大卫他在各样的音乐的材质里面，他不但没做，他也希望这些所有的诗班把最好的献给神。我大概用诗篇24篇，这首诗篇呢是大卫王把约柜从俄别以东的家中运到锡安所唱的。因为时间的关系嘛，它总共就10节。你看，它也非常的有调性的，而且它非常有技巧的安排。第1节是大家一起唱，好，第2节是什么？一个人独唱。第4、5节诗班唱，到第7节的时候是会众大家一起又唱，就像刚刚我们所安排的，我们有起有应。刚刚牧人诗班他们在起的时候，我们后面在应，就像有点像今天这样的方式。你看，特别在第9节下到第10节，他说：“那荣耀的王是谁呢？”那个诗班就起来唱。第10节说：“那他就是荣耀的王的时候，所有的利未人在城门内，接着又是一个合唱，所以它有起承转合。如果一个音乐的调性从头到尾就是这个调，你会听得很拔躁。为什么贝多芬？为什么莫扎特他的音乐可以成为这么？为什么？他用生命写给神，所以求主来帮助我。特别在诗篇这个篇数是在利未之上的这16章第7节到第22节的这个节，到诗篇105篇的第1节到第15篇，这2篇是同时的字幕，所以也就可以知道这个2个是一样的。你看到大卫的心思是怎么样的？他第一个说，你要来称谢神；第二个是你要求告神；再来是传扬神，还要来唱诗歌颂，还要来谈论他，而且你要把他的圣名夸耀，而且你要寻求耶和华的人当欢唱。所以我们可以知道，他后面讲说，因为他是耶和华我们的神，所有世界最棒的艺术都是写神的。你注意看歌曲，你知道为什么中国的歌曲不能成为世界名著？没有荣耀神。也有人说，为什么中国的名著不能成为？为什么啊？为什么这个英国的诗歌啊，这个莎翁剧可以这么好？因为它不是讲自己。他有很多都是归，后来他们把生命是归向一个真实。所有的东西，最美的东西，如果没有归给神，那只是人平凡的。你去看雕刻也是，所有的这样教堂的建筑，最棒的都是在教堂里面。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要提醒自己，我们每一次来到教会里面，你拿什么给神？我们应该是拿最好的。阿们吗？再次跟你旁边讲说，每一次来到神面前是拿最好的给他。阿们。到了新约，保罗在以弗所书第5章第19节，我们一起来念这一段经文好吗？当用预备，请。
时候，英国长老教会派马雅各医师来到台湾做宣教。在之后，1872年，马偕进入到北台湾做福音的宣教，透过宣教师在台湾努力撒种，将福音落地生根在台湾这块土地上面。但是我们不仅止于满足在过去这些宣教师所做的工作，我们期盼福音要持续不断的在这台湾土地上面不断的宣扬出去。我们期盼有更多的人听见神的福音，我们期盼有更多的人接受耶稣基督。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信徒在台湾这块土地上面有253311个，教会间数是1228间。到目前为止，我们不断的在做101的宣教工作，期盼福音在各地方都能够不断的被宣扬。其中原住民宗会有15间，平地宗会有12间，我们总共有27个宗区会。透过这27个宗区会，在各地要不断的扩张神福音的境界。因此，待会我们邀请几位牧者，我们要从东部开始，将福音进入到台湾这块土地上面。在东部地区有花莲，有台东，有兰屿。在这地区，上部的教会、中会，有东部中会、泰语的中会、阿美中会、东美中会，比如有马雅区会、布农中会、东排中会、达悟区会，愿上帝的光临到在这区。Mapolong kita mitulog to saki kinai wali kalau kyo kai kacan kita mitulog kita. Tatamana mo mga kakarayan kami umasapang cahaya mama. Itini kacan miso kami itini masawari ay anu uriang to anu ulutog to ko ikamuri kacan niya. Baru to asan kacan miso ma may to asan tangasan itini tulus mitulog kacan niya. Kini kami ang mga binubos, kini at tatapangan, mauli ka sa kanya, ano o habis to, ano o masama na ito, pinatsakan, na nagirahin kiswama, aming pakinsel, nagirahin kiso, aming patalantar, hindi na iibali, ano kiukay ito ng miso nila. Ano yung tayo na ito, hanang ito ng miswama, apalat sa sayo ko palutsot, away mo, mas nagakinihay apalutsot. Pamao, makarawanan sa kanya, makarawanan, no tidak imani kalau diugai mama anu pakali itu tidak iparato atau maafas saja no rumah ai finasadan mamau na igai so ami palalan to saka tidak ibu palamitan aja dunia pumasapang cakai ini anu diugai to nanai tidak habis suama ami pakijar saan kami tajai kalau sama suara jalunya murid jalunya pumasapang cakai kalau mesti nama utiu kaya jalan miso kanutuk kanutuk na itini pitulong itini asip suara jalan miso mi sakalong piti hal mi palcok ikan iso memang tu sapalamat na jalan miso pagani tadamanay utapang Yesus pitulong amen amen。福音不单要落在东部，我们要向南部继续来扩张神福音的境界。在南部地区有嘉义中会、台南中会、高雄中会、寿山中会、屏东中会、台湾中会、南部中会、州族区会、卢凯中会，让福音继续在南部这块地区被散播出去。
啊，我们要恳求你继续的来祝福所有的长老教会，特别是为着南部地区来祷告。我们相信圣灵的火要继续的在这里点燃更多，让每一个地区、每一个失落的灵魂都要归向到你的面前。我们恳求主继续的来掌权南台湾这个土地，让这块土地荣耀耶稣的名，并且建立许多的教会，奉靠耶稣基督的名。当福音落在南部地区，神的福音要继续进入到西部地区。在西部地区有台中中会、彰化中会、中部中会、赛德克区会。福音在各地，从山上到平地，不断的在西部地区要被传扬出去。愿上帝将各样的福音，将这些福音散落在各族群，使更多的生命被得着。Mohon hadapan yang Yesus Kristus dikasihkan hama, kosong Yesus terus disuci, maya ke si maci bahagia, dari hal ini kesimisan akan dinahan, dari wali di mana amis ko, di sana ada hama, mengapa hak orang nara, cici hama hal ini, pasal apa kata yang masih selesai, kesalahan, apa suami. Biasanya kalau saudara akan menandingi rumah, sudah membangun komen yang mau singa jombe, kalian harus pakai analisis utama Yesus dan Romaus. Amin. 当在1872年马街博士他进入到台湾淡水这块地区，在这当中建立了许多的教会，在北部地区有七星中会、台北中会、新竹中会、太阳儿中会、西美中会。福音散落在北部地区，要建立更多的教会，从宜兰一直到新竹这块地区，我们要看见神的福音不断的要被扩展。
Untuk beri kasih, maka mengangkat Yesus itu akan turun. Amin. 阿门。我们可以坐，来摇摆我们的诗题。总会宣教150周年，在这块土地上面，我们不单只是庆祝，我们更要看见过去这些宣教师们他们如何在这块地图上面做神的工作。今天我们要一起来承接这样子福音的使命，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就是我们要请法六牧师来带我们做祷告。 Patara kita tokaru cerita ni tolo ni begini jiwa maan. Oh patna kai apa ma kawasnya. Mapolong kami aromati wa apa hamak begini di sana. Now hani pakai ni misai pang saraya sudah ko pahapina miso to limra iso atau wala iso to burung lah ini akan. Saka
ucuran iso ko dengan wawa nun iso ko tapang nun yang Yesus Kristus. Ini dinihkara pa ulit to pinauran iso atau ulong nun ini ahkan. Pahapinang iso to tatayar nun yang o maparwara iso akyokai itini kakot nyara. Nengko pararan iso itamianan to anak rumakan nun yang pakai ini sagarosiam no fukuing. Pakai ini sapa kapanak nunyam to wawa numiso atau sapa ijel nunyam. Atau sakapanak au nunyam amasa siurah miurah hansa to pinawaran ini liok nunyam. Atau sapi faritsau nunyam apara fancar to pinangan no orip nunyam ini hakar. Atau sakapana aunun yang arimna ami paitser to borong no sarigaka nunyam atau pakai ni ifang saraya ratuah atau sasikeran no orik nunyam ko sakapana nunyam ami taong ami toloni ikini kaayau Indonesia saka ani ni aromi birungot kami dosa paitser aunun iso ikini thamianan dosa karusia no dikata ramaan no iso ikidihkan atau sakapana no yang ami parwarto matayara ino iso atau sakapana au no yang nirama purarima ayu ko orib atau sakapitsa murau no yang ikini urum no orib no yang utamdau ikidihkan isyakai no yang atau nini oliok no orib no yang adi hayu ko haurahan no yang aruman ko haurahan dunia nakamaya numiso nanai mapana kami amana rama kinila rumah ano sasikedan orip dunia mahama nanai uyani pa ini ani sei kami ana itzer atau taneng atau fana kusapira hatsi dunia to sapa oripau to kurung no pinauran atau ini anakkan atau sapa tirengau dunia to maka bahaya kita Indonesia ini hakar. Amin. Mitulun kami to saka rekayat amarat cai niya atau saka cakat amat cakat nutayar to sakit ini di suanan.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在你最后的祷告中间，你要我们合而为一，就像你在天父里面。 天父在你里面一样。然而，我们常常偏离你的教导，也远离你最忠心的祈祷。Seluruh kami capakalah haji, kami tunini tatapangan asifana atau turun iso. Hoyoni malacilet kami. Ujitulah saya afana atau tayar atau falucok duniaku para ahli berai Tokyo kai iso seluruh kami habulan kami tunggalan kufana dunia atau saka sasirpet nu ulah nu falucok dunia mikaisya kami tu pipatireng nu iso nanu itini ilang tangasai kausyok Tulu-pulu ina kutusan do kyokai do bisa bangsahay. Anini ito niya na sa aupo iraay ko siwa ko sa fao akalu kyokai. Maaraw mo niya ko bisa itar duw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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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 misoto sa kalatsay do
nonia. Ni kau rama arau ni angko sangot nonia. Amau pak jalan ku falo cak nonia. Nada bilut kami tu sifat nak iso. Ku falo cak iso ku baru falo cak nonia. Bilut tu fang salah ya pinangan iso bisa bener. Bilut tu na falo cak handu kawas. Tumusan kami tu izel atau tayang no fang salah aningok tu sakala hak dunia. Sawah dunia ko larifat rarau atau larias no falo cak dunia. 求主帮助我们来尊主为大，彼此尊重，教会合一。因为当我们合在一起的时候，就成全了复兴的基础，让我们在这个基础上有合一美好的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我们yang mafai di kekayaan di kansia kami mama mapilihan unsur kami amalawawa numiso rahkan kami kirami mama aroma hoko sari kakak dunia aroma hoko finansial dunia tu mafukilai ini iswan mama usolin ke mama mengalai kami amalan cicai di kekayaan numiso di sekat makan numiso saan kami mama kirami mama Cai kalau kami matukan kami bisa hakmu kami hama tulim orang miso. Hatai lai dini kalau yang nyaro kerilenku sari gaga amalau wawan makusan miso matukan kami mamau tarang sa kami nanai dia unung sepalacer kami soal itu mama cai cai mu ho de sidai cua我们还有许多的弟兄姊妹不认识你。 我们还有许多的许多的族人认识你。主啊，当你的国来临的时候，我们拿什么向你交代？主，求你怜悯我们。圣洁的耶和华，感谢你从万民之中将我们分别出来，并用真理与基督的宝血使我们分别为圣，并且为了让我们世世代代得着教导。 你建立了教会，设立教制，设立制度，组织跟职分，让众圣徒各尽其职。为了宣扬你的救恩与圣名，我们仰望与呼求你，求你装备与恩膏我们的众区会，活化教会，活化教会的体制跟灵命，让我们的众区会充满宣教的热忱。 并且享有圣灵的大能，好让我们成为区域内同胞的祝福。令万民归向你，求你赐给中区会的牧者属灵的智慧跟能力，吹动宣教的号角。求你加添属灵的力量，给所有的推动101的宣教运动的执行同工。 赐给他们领导和策划的恩膏，兴起你的国度，祝福万民。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你把我们从家乡带到北部来，带到西部来，带到各个地方。主啊，我们除了在追求我们的生活之外，我们更有一个神圣的使命，就是要将你的名传扬到世界各个地方。 Hari mama pacilan kami susah kami aku nana malacila malakir kami ini kamu kuat dunia， 谢谢主，但愿在101这样的一个宣教里面，我们一个人在每一年当中都要领一个人到你的面前。主耶稣，这是合你心意，这是你所盼望的。我们谢谢你，我们奉靠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至高大能的上帝，万军之耶和华，你真在法老王面前彰显你的大能，并设立摩西在墙前面前代表你，转化摩西的后头，允许他手持你的杖，引导你的旨意。你在每一个世代设立福音的指示，建立你的教会，宣扬你的美德。你让你的子民荣耀你，你的荣耀也在他们当中。全能的上帝，我们为了教会的领袖来祈祷，求你恩膏他们，让他们如同历代圣徒一样的尊荣你的圣名。全能上帝，你是谋士有大能，行事有大能，在你没有难成的事。Utatamanai wama yang ikaraya yovan kamsa. Uturang supapilachi itachi mosi ika ayono honde no aji. Mahapinang to itsang swahama. Itirapatirang dumikatataman kani usa. Ami farij tataman isal pakani tini cukur. Amilah ci tunabar coan musamana. Ami Kristo wawa na musuh Islam itu. Tangsan ini marah, rai ku pikir itu suto. Fukuing amilah ci kan ingatna. Anini mapatiran kukai, patenak tu tatama anu nangan musamana. Usabi palak dia tu dengan usul tidak orangnya. Usabi palak dia dengan ko orangnya itu suatu mana. Sama ini, pakai ni mikir ada orang usul, ikiokai malafok siai. Irungos kan tu sadama usul, pakai itu tanah, simaran orang usul, tanah tak milaci tu nafar cuan usul ko orang usul mana. Tamat yang dipilih itu suci yang mana ada tangga saat ini di pelatihan tunangan manusia. Nah, kata mana kisah? Upapa beri ada tanam suatu tanah mana Israel atau tanam. Nah, hanya wai ucai kerah cinu suatu ko, no tempat sengkelah kerana percaya atau pakai ini hanya ingano bila ucai tabang Yesus Kristus bertolong. Amen.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诗赞美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我们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
这个时候预备我们的奉献，来回应上帝的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今天的奉献是为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总会的宣教事工做奉献。让我们预备我们的心，为着台湾的宣教来做奉献。那这时候也请七美教会的妇女同工来服侍。主爱充满在我心，我的心里喜乐赞美主，在此彷徨之地，充满喜乐之地，向主献上我的爱，唯独主的同在充满我的心里赞美主生命，在此彷徨之地，荣耀圣洁之地，向主献上我的敬拜。主赐我一切丰盛恩惠，我心难以述说，我心里喜乐地跟随主脚踪，向主献上我的一生。唯独主爱充满在我心，我的心里喜乐赞美主，在此彷徨之地，充满喜乐之地，向主献上我的爱，唯独主的同在充满我的心里赞美主生命，在此彷徨之地，荣耀圣洁之地，向主献上我的敬拜。主赐我一切丰盛恩惠，我心难以述说，我心里喜乐地跟随主脚踪，向主献上我的一生。主赐我一切丰盛恩惠，我心难以述说，我心里喜乐地跟随主脚踪，向主献上我的一生。我心里喜乐地跟随主脚踪，向主献上我的一生。让我们一同起立。我们yang kekerayan, tata mikansya kami hauma, to sita itu miso, sini ada miso, atau olah miso.
미칸시아 kami hauma to parmat miso atau pikapat miso to uli pacan niya. Yung miso mo to kuyeng tani Taiwan. Tutay sorot 50 ang yahtsaan. Mautsuro miso hauma na itimol si Mayaga Hakasi. Nani amis si Makay Hakasi. Hadira hauma po acan miso. Saka zaigawan miso kami umasa pancahay. Ano dinito iloto? Ato dinito sa awats. Zaigawan miso. Isuat acan no Taiwan. Usuran miso ko siyengkyongsi. Amikili maca to siri acan miso hama. Umay kakarayan. Hati tigor acan miso. Itini kami mipaca kakaca to acan. Ato hamang kaca dunia. Nanay mabalumot miso ko sa ino utausay at kyokay. Sarika kaca dunia. Tulong-tulong ako kusa no kyokay dunia pasak kyokay. Nanay, masashi apay ko palusa. Masashi ulay ko palusa. Humay kakarayan. Balumot miso hauma ko patanakay. Pakay ni hauma itan miso ko sa kasiritan na amikilim to masilaya asili. 天父上帝，我们真的感谢你，愿我们的敬拜赞美，陶出的欢喜，芒种的悦纳，愿一切的颂赞、尊贵、荣耀、权柄都归我们在宝座的羔羊耶稣基督。在教会的代长老的手中，有众弟兄姊妹的奉献。 求你将这些奉献悦纳，求你赐福这些奉献，也求主你使用，让我们在总会的献教事工上都有力。求你祝福悦纳，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Na marari dari dari kamana kusaparo manutabang Yesus Kristo. Ato ulah kawas ato ipekapos no fan sale arimi kamana na mamin dan sai taot. Amen. Amen.特别在保罗跟希拉在腓立比被关的时候，你想想看，没有人被关是快乐的，没有人被关是喜乐的。保罗几乎是在最难的环境里面。我们看到《使徒行传》什么东西可以跟与神隔绝呢？是困难吗？是生病吗？等等等等等。我们看到他真的在里面，竟然在监狱里面不住的喜乐赞美，最后发生了一件事情是什么？这个牢就打开了。我们来到看到核心问题，什么是敬拜？英文叫做 worship， 它是用两个字跟连在一起的 ，word 叫做 worthy，ship 就讲到 relationship 或者是 friendship，worthy 就是一个尊敬、
尊崇的意思。worship 是一种关系，我们跟神的关系，跟人的关系。敬拜是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专心的来侍奉他，得着神的喜悦。也就是我们应当献上真实的敬拜，让我们的生活成为敬拜的生活，也是让神的完全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件事，这就是敬拜。但是记住，敬拜绝对不至于局限在唱诗歌。好，所以大家要记住，敬拜不是就要来到这边唱歌就在敬拜，没有，敬拜是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就在敬拜。跟你旁边讲说，每一个细节都可以来敬拜神。因此，什么是赞美？赞美就是跟你旁边人说好话，讲他喜欢的听。我们喜欢，难道神不喜欢吗？他一定喜欢。因此，我们来看赞美的重要。第一个，因为神配得赞美；第二，神喜悦我们的赞美；第三，赞美是我们信心的表现；第四，赞美会带来神的同在。这边刚刚就像说，但是你是圣洁的，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第五，赞美带来启示的恩膏。其实很多人记得以前在国外加拿大、美国的时候，他们有一些的教会带领敬拜的，他们在唱诗的时候，牧师很尊敬，他有这样的恩赐，忽然就发言，说一些启示性的话语。我也知道有一些的教会，他们有24个小时，或者礼拜天，他们在教会里面有一些祷告的这些侍奉同工。然后当牧师讲道的时候，他会把那些代祷的事工里面说，可能我们弟兄姐妹今天有什么需要，有家庭、有婚姻、有的就说今天有祷告同工说我们当中有经验的问题讲出来，会有的。当一个极服侍恩膏的人，在音乐的侍奉当中，会带出启示性的话语。再来，赞美会打破仇敌的权势。不但大卫是这样，我们记得他们在攻打耶利哥的时候，他们是用唱歌的，没有任何的乐器。最后，赞美的重要。你们看到这个图片，刚刚所有的牧者来的时候，我们拿着什么？叶子。其实我们今天就是在符合启示录的敬拜。这个王是谁呢？就是那被杀的羔羊耶稣。今天我们只能看见一个主角，就是耶稣基督。他后面说到是活物跟6个翅膀的，忍不住的，我们一起来读那个瓜符北前，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的前者。我们来做我们现代教会敬拜赞美的信仰反省。在今年基督教论坛报的2月26号，有一篇叫做《让敬拜领袖容易灵性破产的10个原因》，其中有几个因素不太适合我们台湾。这个作者是外国作者，他特别谈到现在敬拜赞美的问题，所以比较不会在我们台湾的问题的，我把它删除掉，所以我没有标1、2、3、4。其中他谈到，很多有才能的人在还没有跟耶稣基督建立关系的时候，他已经进入了乐队或者乐团里面侍奉。他在这个音乐的工作的领域受到很多的夸奖，甚至仰慕。而这种成功让他们变得不需要寻求神，也难以放弃自我。其中另外一个，很多有能力的敬拜表演者，因为受到包裹跟敬仰，而这种欣赏实际上就跟像偶像明星的标准没有两样，轻易的得到排挤，以致在信仰上根本没有什么成长。再来，牧者分享他多次看到敬拜队在表演结束后，这些人都没有听完讲道，他们便离开教会。
这样看来，他们好像仿佛在意自己在表演，而轻看了所有崇拜的其他的流程。他们只是在表演，而不是从心底的敬拜神。敬拜的过程便是一种表演的文化，结果敬拜的人变得只是为了表演而进行音乐的侍奉，没有真正的从心里面敬拜神。大部分敬拜者的领袖都没有恒常的祷告习惯，而且研读神话语，他们只依赖敬拜的排练跟周末的崇拜。是不是真的？我发现是真的是这样。我们很多敬拜赞美的，那在那里领袖，那个吉他打鼓，可是不会花时间读经祷告。我们看到很多敬拜的人，那个祷告很贫穷，可是在音乐上很好。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顺序颠倒。如果我们没有神的话，我们只有音乐敬拜，我们很像歌星。一个真正会敬拜的人，他应该很渴慕神。他在读，你去看到我说诗篇，大卫就是这样。我相信一定是先有词，才有曲。我们很多原住民，我们很音乐上面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对音乐很敏感。你有没有听过那个一切歌颂？有没有？这首歌放在原住民，发赞的人，安德莱百人改名，阿不萨的人。有没有发觉？有没有去过？我去过平林教堂，没有曲调，也没有，只有原住民。你就发现这个给我一个很深的提醒，弟兄姐妹，我们还有更深的在神的话语上面。反战等人，多留那么大，加进等人。每次我听到那个敬拜赞美祷告说，感谢主啊，永远都是那个字，就是读经不够。祷告不够，好不好？跟你旁边人讲说，我们要多读经、多祷告，才有能力。我们要多读经、多祷告。我还有6章就结束了，还可以听下去吗？阿们，继续。他说，没有一个属灵程度高的人带领他们团队的领袖。进入团队的文化，只是把敬拜团的领袖，只有就是有当敬拜团的领袖是灵命成熟的人，他才能够带领这个团体整个灵命成长。生命路研究中心的主席这个史特哲博士，他对教会的敬拜的现象相当关注。这一篇是他写的，他说到，首先。你要忘记你自己，你是带领敬拜，而不是演唱诗歌。在这个火热的敬拜气氛当中，带领敬拜者，你随时会将前提的参与的敬拜，可能变成听音乐会，若不小心，可能就变成演唱会。最后，他说，敬拜领袖不是歌星。你应该不是焦点的所在，你们要做的是把激发所有的弟兄姐妹会众以耶稣为中心，他是值得我们的赞美和崇敬的。不管我们用哪一种类型的音乐，这就是我们敬拜的理由了。最后我要说一个故事，这张照片是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当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登基的那一年，英国伦敦演出《弥赛亚》这个圣曲，因此这个女王有意想要去听。其中有一个部属就告诉他说：“女王陛下，待会你听到那个哈利路亚颂的时候呢，照惯例，听众都会站起来表示尊敬。”我这边插一个话，因为在之前。他的祖先有一个叫做乔治2世国王，有一次他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他感动的就站起来所以从那时候听哈利路亚颂的时候呢，你看到会众他们说，国王都站起来了，为什么不站起来？所以从
乔治二世啊，这个英王乔治二世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每一次噔噔噔噔噔唱的时候，没有人是坐着听，是站起来，因着这个惯例，好，我们就延续到维多利亚女皇。所以当时他登基的时候，就有告诉女王说：“女王啊，你呀，你是新登基的女王，你不用站起来，那个只是一个惯例而已。”可是当诗班唱到哈利路亚大合唱的时候，唱到 Lord of Lords, King of Kings 的时候，哈利路亚的时候，女王深受感动，她马上站起来，直到歌曲结束，她含着泪对身边的人说：“我是谁呀？我岂可不起立，表示尊敬我所爱的耶稣呢？”女王都愿意站起来，她是个王。当她听到万王之王万主的时候，她当然要站起来。她是所有一切。最后我们看到，我很喜欢这首歌。今天敬拜团他就唱这首歌。如果我们真的是，我们不知道这个尊称是谁给的哈，可能是外教派林良堂他们的，我们就接纳吧。他们说原住民你们是利未人，甚至现在有一个争说原住民你们是台湾的长子。这个我不讨论，我谈到是他这个歌词里面说，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做到那个好，对，来。起来同心合一，起来敬拜，日夜要警醒祷告主。我们是征战的勇士，我们是大能的子民。好评。如果我们真是这样，我们真的是否愿意承担？是主，我们就是台湾的原住民，我们就是利未人的。这时候我们一起站起来好吗？我们一起来祷告。